赤鸟仔是咱平常时啊拢会当看到的鸟仔，不过艺术家发现赤鸟仔数量有开始减少，就透过艺术工作坊创作赤鸟仔声音的装置作品，希望透过展览提醒民众爱保护咱本土的生态。一支一支电火条，顶面拢是用黏土做的赤鸟仔。艺术家和这物件亲像人共款开讲，后壁搁用灰仔替山赤鸟仔做鸟仔show。这是艺术家蔡破景伫新港文化馆举办的赤鸟仔特展。头伫咧内底呢，啾啾啾啾啾啾啾。哦，是啊，真大波。啾啾啾。前面的作品它其实是民众工作坊，然后参与的学员其实我们就用树麻雀的造型，我们去做一个声音装置。后面那件作品叫《山麻雀之歌》，那山麻雀现在最主要的栖地就是曾文水库附近，然后所以我们就采用那个曾文水库的淤泥，然后制作这个声音装置。艺术家透过工作坊找28位7岁到74岁校员共同创作赤鸟仔装置作品。艺术家讲，这个灰仔作品除了展览以外，嘛有一半放伫休困地，让赤鸟仔来带。然后这个声音装置的造型，其实同时也是。可以给它当人工草使用的一个造型，就是4、5月的时候，其实我有再回去看那个人工就是作品的样子，那确实是有一些鸟类会去筑巢。蔡破景表示，赤鸟仔甲咱人的生活真活，但是数量却愈来愈少。伊希望透过艺术展览，让社会去注意到这件代志，进一步去保护本土鸟仔的生态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